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南投水里火车头后夜的空地啊，phong结大量的废弃物真压榨，搁将做治安的死角，而且搁有真侪野狗会去遐聚集，附近的民众是真困扰。这水利船长趁台铁局长来会客的时阵，甲反映，希望台铁局会当协助解决问题。 水利船长王宏基和村民所看到所在，就是常常去民众乌白蛋废弃物的地点，因为坑真久拢无变，佮发真侪草啊，看起来更加是如苍苍。船长王宏基讲，这个变作是治安的死角，造成这个环境的脏乱，也造成治安的死角。趁台铁局长来到水利火车头会客的机会，船长经向伊反映车头四周围放乌白蛋废弃物。另外，村民也希望台铁局会当来解决野狗这问题。这边也多了很多野狗，导致人都不敢过来这边做休憩。台铁局长讲，会和相关单位来确认，看敢是算台铁的管理范围，若是因管理的地税派人来摒清气。 大家好，我是林依文。想要掌握多元的新闻资讯，当然也包括体坛动态，就要锁定华视新闻频道，还有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，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。